无人机啊，无人机喷农药。这么大台啊！有的时候可以载25公斤，有的时候可以载那个50公斤哦。你看，不能太靠近哦，有药呢，有药啊，吸的不好啊。你看，喷农药啊。到底是喷农药还是喷肥料？以前看到的是用人力在喷肥料，背部背着一个塑胶大桶，里面是肥料粒子状的那个肥料，用那个像吹树叶那种管子呢吹出来，它绕田一圈大概就喷完了。它这个无人机喷的农药就对付那个病虫害，防病虫害。刚插秧过后，防那个福寿螺吃掉秧苗。看到有没有对付杂草的，防病虫害的？